卫生福利部公布去年各年10大死因的统计，癌症是连续43档拢是头名。去年是有5万多人因为癌症过往。另外，计14档自杀又搁正做是10大死因之一。青壮族群行底路的比例有增加的趋势。去年国人死亡人数有201383人，比前一年减少4000多人。10大死因得到癌症是连续43年拢是第一名。过来照排行是心脏疾病、肺炎、脑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性疾病、视觉伤害、慢性下呼吸道疾病、腰子炎拢上榜。也那超工自我伤害是排第10，和前一年相比，新冠肺炎是排第6。今年是大下降到第14名，也就是2024年个人死亡人数下降的关键。减少的幅度是将近70%，那也就是让这个序位整个就掉到14名。预估大概今年应该是不会到1000例，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在今年可能预估应该会掉到20名之外。特别注意的是，超工自我伤害让14年重新回来个人10大死因的排行，去年计共有4062人。卫福部由年会前进一步分析发现，除了0岁到14岁，也有65岁以上的族群。其他年岁层拢有增加的趋势。心理健康署表示，去年8月开始有推出心理健康支持方案，因应青年、壮世代行底路的比率上升，原来针对青少年族群是委外研究。我们有做过一些分析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，在青少年的部分是跟他网络的一个使用，还有这个父母亲的一个离婚的问题，跟这个睡眠障碍等等。好，那这一些问题的话，其实是可能导致这个自杀风险上升的一个原因。也那其他年岁层有缘需要进一步分析详细资料来厘清。卫福部强调，原因通常不是单一因素，可能来自生理、心理、社会等等各方面。未来会继续跨部会合作。卫福部也有设24点钟的安心专线，1925，让民众会当就心理压力还是情绪的困扰随时咨询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